大家好，我叫雷鋒，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就係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未開始講之前，請大家點讚、留言、分享，同埋最緊要幫忙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呢啲就係對我繼續製作影片最大嘅支持。多謝大家。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以錢跟人走及能者多付嘅資助模式提供社區照顧服務。錢跟人走，直接資助合資格長者。長者可自由選用及轉換社區券計劃下嘅認可服務單位、服務項目和服務量。能者多付，讓負擔能力較低嘅長者獲得較多政府資助。混合模式服務。長者可同時使用日間護理中心服務及家居照顧服務，可在短時間內獲得服務。一般情況下，社署在收到申請後，會在2至4星期內完成審批及發出社區券。分為3種模式：一、中心為本，全日或部分時間；二、家居為本及三、中心為本及家居為本嘅混合模式。一、中心為本服務包括有全時間日間中心服務，每周12節；日間中心服務4小時；中心服務時間以外嘅日間照顧服務；車輛接送服務，往返中心；陪同接送服務，住所至車輛或車輛至住所。家居為本服務包括有家居照顧服務、復康運動，由物理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提供，由輔助人員提供；護理服務，由登記護士或註冊護士提供，由輔助人員提供；個人照顧服務，由輔助人員提供；家居支援服務、家居服務、護送服務、膳食服務；到戶看顧，由專業人員提供，由輔助人員提供，包括由個人照顧工作員提供嘅家居暫顧服務；到戶照顧者培訓，由專業人員提供，由輔助人員提供；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改善建議，由物理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提供；其他住宿暫託服務、言語治療服務、院餐附加於日間中心服務或膳食服務、輔助科技產品租用服務。在正常服務時間以外，提供嘅家居為本服務或言語治療服務、膳食服務及院餐除外。長者可按其需要，選擇最高及最低社區券面值之間嘅任何面值購買服務組合。2025至26年度社區券價值嘅最高及最低面值分別為每月10,664元及4,459元。社署會根據長者及同住家人嘅收入進行經濟狀況審查，並參考政府統計處按季度更新嘅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以釐定長者嘅共同付款級別。共同付款金額共分為6級，長者需支付嘅共同付款金額為社區券服務組合價值嘅 5%、8%、12%、16%、25%或 40%。政府會負責支付社區券服務組合價值嘅餘額。舉例說，如長者該月購買了5,000元嘅服務組合，而他嘅共同付款百分比是 8%， 他便需要支付400元嘅共同付款，5,000元乘 8% 等於400元。若長者不願意透露家庭入息狀況，他或她可申請社區券嗎？如長者同意繳付最高共同付款金額，即服務組合價值嘅 40%， 便無需在申請時申報家庭入息狀況。要注意的是， 5% 共同付款級別專為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嘅社區券持有人而設，以便他們無需向社會保障辦事處申領發還特別津貼。合資格申請社區券嘅長者，必須在社署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或院舍照顧服務，而尚未接受任何院舍照顧服務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社署會向在中央輪候冊新登記嘅合資格長者發邀請信，邀請他們參與計劃。合資格嘅長者可於社署網頁下載申請表格，或透過長者服務券資訊系統遞交申請。一般而言，社區券辦事處在收到申請後，會在2至4星期內完成審批。申請人如需接受抽樣家庭住戶收入審查，社區券辦事處會另函通知並要求申請人按申請表上申報嘅資料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副本。社區券辦事處會在收妥所需文件後嘅10個工作天內通知審查結果。一般來說，社區券辦事處會根據長者及指定嘅同住家人，即在港嘅同住父母、子女、夫妻，於遞交申請前3個月嘅平均收入，釐定長者嘅共同付款級別。長者無需申報其他同住家人，如兄弟姊妹、媳婦、女婿、孫兒等及傭人嘅入息，亦無需申報家庭住戶嘅資產。常見問題1：長者剛獲發社區券，可從何獲取認可服務單位名單及了解其所提供嘅服務項目和收費？社區券辦事處將不再發出紙本社區券，持券人只需使用身份證號碼便可登入長者服務券資訊系統下稱 VICE 網上系統，查閱其社區券資格及社區券號碼。社區券辦事處向長者發出社區券發券通知書時，會附上一份服務長者居住區域嘅認可服務單位名單，方便長者揀選該區認可服務單位。長者可透過 VICE 網上系統，網上即時查閱社區券使用狀況、服務名額空缺，以及網上確認服務協議等。長者亦可從社署網頁下載該名單，或在社署長者資訊網查閱各認可服務單位嘅詳細資料，包括服務項目、價目表、服務空缺和額外服務項目等。常見問題2：如何釐定長者嘅服務需要？長者可以因應個人需要，選擇合適自己嘅服務項目及服務量。認可服務單位嘅專業人員亦會評估長者嘅狀況，為他們制定嘅個人護理計劃及設計服務組合，並定期檢視他們嘅服務需要。雙方應在擬定服務協議前先取得共識。常見問題3：長者可否使用社區券購買非社區券計劃下嘅認可服務項目？部分認可服務單位除了提供社區券計劃下嘅認可服務項目外，也提供額外服務項目，如中醫治療、針灸、香薰治療等。長者在考慮購買這些額外服務項目時，需留意該些服務項目將不獲政府資助。常見問題4：當長者在進入認可服務單位後，需暫停使用社區券服務一段時間，認可服務單位可為他們保留服務名額，讓他們隨時恢復使用服務嗎？當長者已連續暫停使用社區券服務超過1個月，他們需離開認可服務單位，以騰出服務名額與其他有即時服務需要嘅長者使用。認可服務單位可在合理情況下向社區券辦事處申請為長者保留服務名額。常見問題5：社區券設有使用期限嗎？如持券人在過去連續6個月或以上未有使用社區券購買任何社區券服務，獲發嘅社區券會自動失效。如果持券人或其家人或照顧者希望再次獲發社區券，可隨時主動聯絡社區券辦事處或你嘅個案負責工作員重新提出申請。在收到申請後，社區券辦事處一般會在2至4星期內完成審批及發出社區券。常見問題6：長者可否轉換認可服務單位或服務組合？社區券計劃以錢跟人走嘅模式直接資助合資格長者，讓他們因應個人需要轉換認可服務單位和服務組合。長者在同一個歷月內可向不多於2間認可服務單位購買服務。如長者在同一個歷月內已向2間認可服務單位購買服務，
但需要轉換認可服務單位。新認可服務單位和服務組合最快在下一個曆月才能生效。常見問題7：長者在獲發社區券後，對其輪候長期護理服務有何影響？長者在獲發社區券後，他們在中央輪候冊上長期護理服務嘅申請會更新為非活躍個案。當長者需要長期護理服務時，可透過個案負責工作員將其輪候狀態回復為活躍個案，而其輪候位置亦會以原本嘅申請日期為準。因此，使用社區券並不會影響長者在申請長期護理服務上嘅輪候位置。如有任何查詢，可以致電社署社區照顧服務券辦事處，電話31073013。我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睇，拜拜。